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婚经耳公台语5分钟学台语。我是阿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江老师。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师江庭玉老师，台湾台语语文竞赛评判委员，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语言辅导团顾问，前高雄市瑞祥国小台语老师。江老师，我们除了戴口罩之外我们也要用肥皂把手洗干净。我们常常说勤洗手，要常常洗手，而且要洗干净，洗20秒以上要洗干净不是用水洗洗就好好，那老师现在老师教大家一下，我们用肥皂台语怎讲？沙文。用沙文，老师洗手怎么说？洗手，安尼敢对？洗手，沙文洗手，用沙文洗手。沙文洗手肥皂洗手。我们现在要学一整句的是用肥皂把手洗干净的。用沙文把手洗好清气。用沙文把手洗好清气。用沙文把手洗好清气。用肥皂把手洗干净，这样意思吗？对，这意思对。用沙phòng rửa sạch đôi tay。好，老师带大家复习一次肥皂。沙文。沙文，洗手。洗手。洗手。用肥皂把手洗干净。用沙文把手洗好清气。用沙文把手洗好清气。就除了我们要洗手干净之外平时我们的双手不要摸到眼睛、鼻子跟嘴巴。那我们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我们家中的孩子就是手不要摸眼睛、鼻子跟嘴巴那我们现在来学，老师如果我们要讲眼睛，台语怎讲目睭。接下来是鼻子。那个鼻有鼻子音有鼻音对不？有鼻音，因为伊后边是，所以它的坡音要用鼻子出来的音，所以有2个 n 嘛，对不？有2个 n 就是用鼻子发音对 n 其实也是为那个一，那一要从嘴巴从鼻子出来叫一坡音鼻这个好难念鼻这个他台语有这个音鼻所以 p 但是 n 的音要从鼻子出来。所以鼻子要凸出来一下吗？鼻对真健康的，你也要讲的鼻我终于讲这个音讲清楚了。好，我们的朋友有没有跟阿珍一样已经学会了鼻子也会动如果鼻子没有动，那表示我们没有发音好。那鼻子会动，就是发音应该是接近标准了。好，那就是鼻子嘛。接下来还有嘴巴。嘴老师前面我们有学过嘴暗的是嘴嘛，对不？对，这是嘴巴嘴好，老师带我们复习一下眼睛。目睭。鼻子。鼻嘴巴。嘴。好，不用手触摸眼、鼻和嘴巴không dùng tay sờ vào mắt, mũi và miệng。好，老师这句话台语怎讲莫用手摸，莫用手摸
哦，卖是不要不用啊，卖用就是不用，对不？手我们刚学了，手就是手，对，摸是摸吗？目睭鼻啊，目睭是眼睛，鼻啊鼻子，嘎是汗根吗？根嘛对不？就是根还是汗拢会使。汗对，莫用手摸鼻啊，莫用手摸目睭鼻啊，甲喙。莫用手摸目睭鼻啊，甲喙。嘿，对哦，安就100分啊，嘿。莫用手摸目睭鼻啊，甲喙。对，嘿。好，老师还是帮我们复习一下好了。不用手触摸眼睛、鼻子和嘴巴。莫用手莫用手摸目睭鼻啊，甲喙。鼻啊，甲喙。好，大家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除了以上戴口罩、勤洗手、不摸眼睛、鼻子、嘴巴之外，我们还有要保持社交距离，giữ khoảng cách giao tiếp xã hội。好，那我们这个台语那讲老师，台语都直叫翻吼，爱保持。保持是保持吗？保持社交。嘿，那这后壁这2字吼，距离吼，迄个我有查一寡资料叫距离。那有人讲，嘿，有人会讲距离，距离意思拢同款呢。爱保持社交距离，爱保持社交距离，人拢应该拢听有啦，因为即马即个语词足普遍。但是老师伫迄个 YouTube 有人写距离，就是距离伊直接翻。但是我讲人安尼讲，咱就有人安尼讲，咱就照人安尼讲吼，安尼较有单一性啦。好，老师现在要教我们一次。爱保持社交距离，第一种。第二种，爱保持社交距离。老师小紧啊，我们学袂到啦。爱保持社交距离。爱保持社交距离。这第一种，但是你爱看下骹这种。爱保持社交距离。爱保持社交距离。距离。变混的音，距离。距离就是距离。对，那距离嘛是距离。好，爱保持社交距离。距离。要保持社交距离，giữ khoảng cách giao tiếp xã hội。好，那感谢老师。感谢各位这个朋友，感谢大家。